校長、各位老師、各位同學，早晨！我係1A 班何子華。上個星期三，我哋中一系活動節參加咗個中華文化天然藍演工作坊，收穫好豐富。導師先介紹咗藍演嘅歷史同方法。原來呢門工藝係中國好古老嘅傳統，用植物榨汁發酵成燃料，完全天然又環保。之後我哋親手試做，學咗基本嘅紮染技巧，例如點樣接布綁繩、用彈珠控制顏色等等。通過呢個活動，我感受到中華文化入面嘅耐性同專注價值觀。完成作品嗰一刻，甚至係一種精神傳承，令我更加欣賞中華文化嘅底蘊同美。我哋都拍咗個有關當日活動嘅短片，事不宜遲去片。